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主日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要再次聚集在主的圣殿。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农历过年。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必降临在我们的这个连结的过程里面，让我们在年节团聚的时候，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必注入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也求神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圣灵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个时候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再次向主来恳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兄弟姐妹，在今天的聚会的过程当中，主的荣耀、主的灵就充满在兄弟姐妹的身上。这时候，我们一同来吟唱这首诗歌。圣灵，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们要有更多的恩膏，更多的灵来充满我们。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我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里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里真理里。这时候我们邀请圣灵来再次充满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跟主说：主啊，求你的恩膏再次充满在我们的灵。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是的，圣灵，我好爱你，我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拜你，在灵里真理里。这个时候，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今天的聚会，我们求神亲自掌权，将大大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同开口来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献上祷告。是的，主耶稣，这时候我们邀请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多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求你降下你恩典的雨，在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每一句话、每个念头、每个祷告，都是从神而来的。主，我们要敬拜你，主，我们要大大的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再次透过祷告，透过敬拜，使我们的心更加的来亲近你。主，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个来到我们聚会的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愿意开启我们的心，让主的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再次重新得力。主，我们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主啊，你的灵再次大大的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的座位来站立，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歌。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再次献给你。我求你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灵更亲近你。无人能与你相比，主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献给我们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里，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里，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里。谢谢主耶稣，我们的敬拜的灵要充满在主你的圣殿当中。主啊，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殿中。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
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大大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主啊，主耶稣的能力充满在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他们同在充满你言语在这里。主的耶稣，我们在这里，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这里，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的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大大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
的神。主啊，我们要再次赞美，来仰望你，来呼求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全心来信靠你。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躺卧在青草的溪水旁，来安歇。是的，主耶稣，你是我的力量。是的，主耶稣，我们要依靠你，我们心灵就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说平静，我凭信心走向前，让神宣告你是新是神，赞美你，仰望呼求你，日间雨珠雨淋，夜间火烛保护，使我安然居住。扬声宣告你是新是神，真心信靠你应许。哈利路亚！主啊，你必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为我们开大路。耶和华必成就大事。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躺卧在青草的溪水旁，来
再次扬声的来宣告，你是那个信实的主。主，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信实的恩典当中。主，我们要宣告，你是那个赐恩典的主。回首过去每一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有主你的恩典、你的带领以及你的保守。主啊，我们要再次宣告，你是那个慈爱的神，因着你的慈爱，再一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大声的祷告、敬拜、赞美你。主啊，愿今早的一切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你是配得一切尊贵的神。主啊，愿今早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愿今早你也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将你那个新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将你那个新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个从死里复活、使无变有的那位神。主啊，你让我们再次知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在今天当中更多的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鼓励我们，点燃我们对你的信心以及信靠。主啊，再一次将今早的礼拜全然的交托仰望，求主你来带领，求主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大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诗会。恭颂上帝的话，以赛亚书54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你好比不能生育的女子，但现在你能歌唱，大声欢呼。那被冷落的女子会有许多子孙，比始终有丈夫陪伴的女子生养更多。我依上主这样宣布了：照扩张你居住的帐篷，拉长帐篷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要向左右扩张你的领土。虽然国土在异族的领底下，你的人民仍要回归土荒芜的城镇，要人要密，不要害怕。你不至于再蒙羞，你不再受委屈。你要忘记少妇时代的羞愧，不要再记得软妇的寂寞。你的创造主是你的丈夫，他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者，他统辖全世界。献诗，今天请泽荣小组献诗，献的诗是深不见底的爱，我在这里。献诗完，请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扩张帐幕的时刻。
亲爱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可以透过不同的诗班、不同的小组带来不同的诗歌，让我们透过这些诗歌的赞美，透过这些诗歌的感谢，不同的歌词，也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此时此刻安静我们的心，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新的亮光，给我们新的提醒，给我们新的帮助，也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的心思有更新改变的时刻，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当中也扎根更深的认识，
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过了这个主日之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农历的假期，就我们一个春节的假期，让我们有一个比较长的休假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相聚在一起。所以下个礼拜的主日礼拜也只有一堂礼拜是新春礼拜，所以下个礼拜的主日呢，我们就一堂礼拜，新春礼拜就没有2堂，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也要记得早上9点就一堂的主日礼拜。但说到过年，大家有没有发觉过年越来越没有过年的气氛呢？就是小时候，我印象中我小时候过年蛮开心的，就是小时候过年都在乡下，然后乡下你可以去放鞭炮。然后小时候那个过年有很多那个市集可以逛，然后小时候你的印象的过年就是很热闹，然后很有趣。那小时候过年当中最棒的印象就是可以领红包。那后来发现，长大怎么渐渐没有年味了，就好像越来越没有这种传统过年的感觉。当然，可能现在的小家庭越来越多。现在的人的居住的形态也改变了，不像可以这样四处的拜年、四处的去串门子。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昨天跟一些同工我们在聊天在分享，牧师觉得，因为我们从领红包的人变成要发红包了，所以那个感觉不大一样了但是不论我们可以领红包，或者是我们可以发红包，我们都感谢神，因为我们可以领红包或我们可以发红包，代表我们跟某个人有关系。代表我们跟我们家里的某一个成员，跟我们的某一个亲戚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用红包的方式，我们彼此祝福，献上感谢。但同样回到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领受祝福、领受恩典，也是跟我们跟上帝有很亲密、很合宜的关系。因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享受跟上帝同在的美好，一起享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关系非常的重要。特别我们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亲不亲密，更加的为重要。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的经文是以赛亚先知他在旧约的时代对以色列人说出了一段的预言，说出了一段的启示。当时的以色列人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顿，就是他们的国家毁灭了，他们的民族也快要结束了，他们被抓到很遥远的异乡的国家去，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上帝到底的心意是什么，好像把他们弃绝掉了。他们原本是一群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上帝说我要拣选他们，但现在却不大一样。原本上帝跟他们关系好像出了点问题，以至于他们好像也觉得上帝不在了，以至于他们觉得原本是被拣选一群，却落到这样的境况。但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说出了一段安慰、鼓励的话，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得以知道，就算在这样糟糕的状况当中，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在这样糟糕的境况当中，上帝仍然要让一个好像看起来快要结束了、快要到一个终点的一个民族，又再一次的扩展开来。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也一起再一次的思考。特别我们要再一次的过年，特别对台湾人来讲，台湾的文化传统来讲，好像要过农历年，好像才真的比较有过年的感觉。要过年了，我们要再一次透过这样的经文，也让我们想，新的一年又要来了，求神帮助我们，再次扩展我们的一个境界，扩展我们的眼界。过去可能已经过去了。过去你可能在这一年当中，你所经历到的是遇到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危难、许多的困苦患难，但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新的事物摆在眼前，上帝新的带领摆放在你的眼前，一个新的扩展的机会放在我们的眼前，等待我们再一次的去挑战，再一次的去突破，甚至是再一次的去领受这样新的祝福。
所以我们将来透过这样的经文来一起来思考。首先，我们要先知道旧约的先知他们很特别，他们在发预言的时候，或他们在说一些上帝的启示，他们不会明讲，他们不会告诉这些听的人或以色列人就很明讲，告诉他们说，就会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会用一种图像式的，他们都会用让以色列人好像看了一幅画一样，让这些以色列人了解上帝的作为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先知常常我们在看旧约先知的时候，他们发出的预言都是用一个图像式的、图画式的，让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所了解的、他们身旁所可以接触到的东西，让他们可以摸索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说到旧约先知，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3月开始有一个旧约先知书的查经班，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查考。特别今年教会推动查考圣经。当我们查到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概念，你会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对先知书的了解，知道先知书到底在讲些什么。这些预言，每一个章卷，每一个先知他们在说的，跟当代人跟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鼓励大家可以来参加。但回过头来讲，先知他们用这种图画式的，而且从他们当时，或许他们可以更容易理解上帝到底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字，他说到没有生孩子的妇人，然后又说到了有欢喜唱歌，然后又说到了有住的这个帐篷，然后又说到有绳索拉长那个绳索，又说到有那个橛子那个钉子要把它钉下去。所以你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图像在这个经文当中，所以你的脑海中你也可以产生一个先知所说的话语，产生一幅图像。先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可以了解。但我们继续看，为什么先知用这样讲？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还在那边还没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有很大的时间，甚至他们刚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的。而这个帐篷很特别，它那个帐篷是可以再变大的。当时他们的帐篷，他们是用山羊的毛去编织，然后编成一个很大的布条，然后他们可以搭成一个帐篷。如果他们家的人口变多了，他们就再去编织那个羊毛的这个织布，然后再继续把他们的帐篷越用越大，以至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到这个帐篷当中，进到这个家族里面。但是当这个帐篷越大，相对的柱子一定要越粗，相对的要支撑的柱子一定要越多，那要钉下去的那个钉子一定也要钉得更深，不然没有办法支撑那么大的帐篷，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在录影的，或你有录影机的，你应该对这个画面就很熟悉。所以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要打开那个幔子，拉长绳子，然后要把那个橛子钉深一点。其实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幔子，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好像是要扩展，对不对？这样这个幔子，我们可以说它表示是一种延伸的感觉，一种开阔，一种继续拉长的感觉。而当先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要放长绳子的时候，那代表是一种连结。你一个布那么大，一个帐篷那么大，你必须有许多的绳子彼此的牵引，把它拉住，把它用得更紧，那是一种连结，彼此的连结。而更重要，需要有橛子把它坚固在其中，把它钉深。不然那么大的一个棚子越大越大，你没有把那个钉子钉深一点，棚子会飞走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让以色列人了解。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要亡国了，刚提到要亡国了，民族好像要走到一个绝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不安定，然后不安全。但是以赛亚用这样子的一个图画，用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新的意象，而且是一个展望的意象，并且要他们预备好一件事情，要他们去接受生命的扩张。期待新的事情在他们的民族，在他们的国家，甚至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来发生。所以你想，一个国家快要结束了，好像一到尽头了，但是上帝却有他奇妙的作为在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来学习
扩张帐幕的时刻其实也到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愿不愿意选择，当上帝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回应说啊，我也要一起扩张生命当中的帐幕？但第一，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扩张帐幕的生命的态度。我们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扩张帐幕的生命的态度。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论困难如何，都要专注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不论困难如何，要专注注目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旧约时代，他们认为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结婚，甚至结婚了没有生育，旧约时代他们认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扩展上帝的国度，甚至他们觉得这是上帝没有办法祝福他们。所以反之亦然，当旧约时代的人他们觉得结婚生孩子生儿育女，这是上帝祝福的最直接的管道，他们也认为这个是上帝扩展他的民族、扩展他百姓最棒的一个机会。但是一开始的经文我们读到，他说不生育的女子，这些哭泣的人指的是这一些以色列人，国家要没了，好像没希望了，还谈要生儿育女，还谈国家要继续的扩展，谈生命要继续的扩展，不可能。但是我们去读刚刚的经文，你会发觉他却说这些人要如何？要扬声的赞美，要扬声的歌唱。而且在原文当中，它指的是尖叫声，不只是歌唱，是高兴到尖叫起来。这个是一个很喜悦，而且是意想不到的。你会知道，在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是愁眉苦脸，然后就可能坐在那边想，啊，怎么办？上帝说不，你们要再次起来唱歌，你要再次起来敬拜，再次起来的赞美。神说要赞美、扬声、欢呼，这是上帝的应许。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环境当中，仍然坚信上帝同在的美好。不论困难如何，唯一我们能注视、专注的，在于上帝的应许。上帝说，让那些哀哭的，让那些觉得没有希望的，再次扬起身来敬拜、歌唱、赞美他。旧约当中，犹太人也曾经经历很多仇敌的挑战，其中有一个王叫做约沙法王。当时的以色列民族遇到很大的困难，许多的仇敌来围困、围攻他们。约沙法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去祷告。祷告之后，他决定一件事情，他跟他的百姓、跟他的这些文武大臣们讨论，这件事情，他们设立唱歌、歌唱的人，要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赞美耶和华。于是他们成立一个敬拜赞美团，成立一个诗班，成立一个圣歌队。做什么事？走在军队的前面，称谢耶和华。他们说什么？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才刚赞美，上帝就已经出手了。在困难的时候，当这些人才刚开口赞美，经文说什么？方唱歌赞美。当他们一开口的时候，上帝就动工。当一开口的时候，上帝就在这个民族在他们所觉得不可能的当中，行下了神迹奇事。纵使有困难，仍然大声的赞美，仍然大声的专注在上帝的应许，专注在上帝被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有时候要开始一个扩展，我们是可能是从一个很微小的开始，可能是从一个你在困苦当中的开始，可能在一个你觉得很艰难当中的开始。但无论如何，大声的赞美，大声的歌唱，大声的颂扬上帝的慈爱。所以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以赛亚也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不用惧怕，我与你们同在，不用惧怕，我是你们的上帝，我要让你们坚强，要帮助你们。上帝说，我要用我的手来保护你们。上帝说，我要用我的手来保护你们，不用惧怕，不用担心，因为上帝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第二个跟大家分享，不论感觉如何，我们仍然相信真理的话语。人是一种很感觉的动物，
人是一种很感觉型的动物，常常我们都会被感觉所影响。可能今天你早上起来感觉今天天气不大好，外面好像快下雨了，所以我感觉今天不要去教会，看线上好了。我今天感觉起来哇有点累，今天不要去上班好了。有时候我们人都常用感觉去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但往往人的感觉却不见得带我们走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有时候感觉也不代表是一种事实，我们人所感觉的，我们自己所感觉的，我们可能会导向某个结果，但是那个结果也不代表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就算那是一个确实的事情好了，也不代表那一定是一个真理。我们人的感觉，我们人认为对的事情，但它不见得是一个真理的事情。人的感受是真实的，没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开心的时候，我们有难过的时候，我们有喜悦的时候，我们会有觉得很厌烦的时候。人的感觉很真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学习把那些暂时的事情，不要把它看为结果。投影片上面有错字，不要把这些暂时的事情把它看为是一个结果。但是说，我要再次跟大家分享。感觉不是一个真理，有时候某些事实也不是一个真理。我们要适时的把那些暂时的事情放下，那个不是真实的结果。有时候它反而变成是控告我们生命，甚至是影响我们生命很大的一个部分。在以色列人他们当出埃及的时候，准备要进到应许的迦南地，也同样遇到一件事情。摩西派了12个探子，叫他们先到那个迦南地里面去。那一进去之后，12个人40天之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有2个人，约书亚、迦勒，他们说：哇，那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那地的果子哇，长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丰盛。但是他们也同样看到一件事情，是住在迦南地里面有长得非常高的亚纳族人，有非常大的巨人在那个里面，他们看见了。但是剩下的这10个人，迦勒跟约书亚他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就算有这样的困难在，还是要去。但是剩下那10个探子回来，他们说了什么话？他们说：不要了，我们不要去好了，因为那边的人哇长得太强壮了，那里的人长得太高了，那里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打赢他们，我们感觉那里不好，以至于10个人说不好的时候，剩下的百姓他们也一起在那边说：那不要去哦，去那边必死无疑，去那边每个人那么高壮，我们以色列人打不赢。但是你看到迦勒，甚至是约书亚，他们在那个当中，他们所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他们非常相信一个真理在什么？迦勒说什么？他在摩西的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去得那地吧，我们必要得胜。迦勒非常清楚，不是用感觉，不是用这些既有的事实，巨人是事实，害怕也是事实，但是他让一个东西高过于他的感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让他们知道那是他们要去的，让他们知道那个是上帝要让他们去领受的事情。所以到最后，你发觉这12个到最后可以进到迦南地的约书亚、迦勒进去了。他们不凭着自己的感觉而已。所以当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之后，准备进迦南地之后，摩西要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上帝如此告诉约书亚，他说：从旷野到这黎巴嫩，到伯大拉河，赫人的全地，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给你们做境界。你看到这一切都要给你们，是整个扩展给你们以色列民族的。但是很重要，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上帝说：对，扩展你们，让你有一个新的地方，让你有一个新的看见。但是很重要的，一切吩咐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是我们一同学习，也一同看见的。我想基督徒可以夸口的，最重要可以夸口的一件事情，是上帝的话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随时可以夸口的
不是自己感觉如何，不是自己觉得这才是事实，不是自己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而是我们可以夸口的是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鼓励，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所以在希伯来书4章12节也如此说，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双面利的剑还要锋利。上帝的话是活泼的，上帝的话是大有功效的。基督徒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上帝活泼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取代我们的感觉，取代我们认为事实的事情，而用真理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再来，不论环境如何，也要选择信心的宣告。不论环境如何，仍然要选择信心的宣告。有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允许某些事情发生？上帝，我不是不断向你祷告吗？上帝，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发生那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上帝没有看见吗？上帝，你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允许在我的家人身上发生？因为在我身上发生，在我的朋友当中发生，在我的环境当中发生。上帝，你为什么不介入？上帝，你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神啊，你在哪里啊？你没有看见吗？但是很清楚，透过以赛亚也再次告诉以色列人百姓的这些启示的话语，也给我们一个鼓励。上帝虽然说他们好像是一群没有办法生养的人，没有办法生养的民族，但上帝让他告诉他们什么？他们仍然有一个扩大的机会。即使面对困境，我们仍然知道上帝不会遗弃我们，上帝不会遗弃我们，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跟他享受一起团契的美好。纵使面对困难，上帝仍然不放弃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跟他团契的美好。刚刚说到感觉，那害怕这件事，特别是害怕这件事情，人有时候会害怕，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感到害怕，或者是觉得担心。但害怕或担心，常常也会打击我们跟上帝关系最基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于上帝的依靠。上帝的同在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有限，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有困难，但也在我们的有限当中，我们再次知道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他是可以不断扩展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不断可以让我们看见他的全知全能的神。上帝的同在是我们勇敢继续前行的确据。环境会不断的改变，环境会不断的挑战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信心的宣告。哈巴谷书3章17到18节，先知哈巴谷在他当时的那个时代，他也是不断的问上帝：上帝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这样？上帝为什么你兴起更坏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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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哈巴谷书看完，上帝根本没有回答哈巴谷他那么多的为什么。上帝没有完全的回答哈巴谷他问的这么多的为什么，答案是什么？没有。但是哈巴谷最后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在跟上帝不断的亲近的过程中，他最后体会到、领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在17节、18节，他说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葡萄树不结果，但是他仍然因着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欢喜快乐。他说，就算什么都没了，果树不结果，然后要收成的也没有了，然后羊也没了，牛也没了，什么都没了。但他唯一一件开心的事情是，他还有上帝与他同在。什么都没了的时候，他知道仍然有上帝与他同在，这是哈巴谷的信心宣告。纵使什么都没了，他仍然以上帝为他生命的喜乐，以拯救他的上帝为快乐。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扩张、新的展开的时候，或许有不同的事情不断的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挑战，但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了，第一个，不论困难如何，但仍然注目在上帝的应许当中，然后也不要让感觉去控制你，让感觉去引导你，而是相信那个真理的话语。更重要，不论环境怎么样改变，怎么样调整，仍然要做出信心的宣告。所以，接着我们来看，那如何在这个扩张的帐幕当中，我们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如何有一个实际回应的行动？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学习放下既有的想法，离开原本有的，去领受新的事情。放下既有的想法，离开原本有的，然后去经历、去领受新的事物，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路加福音第5章，当耶稣他要去找门徒的时候，他遇见了西门。西门彼得在那个湖捕鱼，捕了一整个晚上都没有捕到。于是耶稣告诉西门彼得什么？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想，如果你是西门彼得，你会这样做吗？彼得西门他是一个捕鱼的，他是渔夫，偷海郎。耶稣是木匠。一个木匠，然后跑来跟捕鱼的说：“你这个捕真不好哦，你要到更深的地方去哦。”正常来想，彼得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吧？就是哪有一个不是我本业的人跑来跟我说你应该怎么做？但你发现西门彼得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说：“老师，他跟耶稣说，老师，我们确实整夜都抓不到鱼，然后整夜我们都捕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说了，我们就去试看看。你说了，我们就来去捕看吧。于是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一把网子开到水深处放下去，鱼就非常的多，多到连网子都要破掉了。如果西门彼得坚持说：“耶稣你是个木匠，耶稣你只是一个在那边讲道传福音的人，你不会捕鱼啊？你应该告诉我要捕鱼。”如果彼得很坚持这件事情，我想他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么样的神迹，就在他的面前来产生，甚至他生命就没有办法经历更多，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生命有更多经历、更多奇妙的事情再来彰显。所以彼得学习一件事情，把那个原本有的想办法更大的扩张、更大的扩大。放下他自己原本的想法，原本自己觉得对的，原本自己觉得这样就好的想法，而去做更多不一样的事。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确实我们生命也不是那么完全。我们领受一些新的事物，我们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但同时我们也发觉我们生命并不是那么的完全。我们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样的完美，我们仍然有很多要学习，很多要调整，甚至很多需要被上帝重新琢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完全，但让我们学习可以谦卑的被上帝来使用，让我们可以学习谦卑的被上帝来使用。哥林多后书8章12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如此说：“有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上帝的悦纳，因为上帝所看的是照那个人所有的，不是照那个人所没有的。”上次的讲道当中有分享到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一个财主给了3个仆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了1000。而这些仆人当他们拿到这些财产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行动，但不同的行动所带出来的结果也截然不同。没有人拿到那个主人完全的财产，每个人拿到的都不一样，有多有少，但是不管拿多拿少，都在于愿不愿意把那个所有的拿出来使用。如同这个经文所说的，一个人愿意做的心，不是看说我没有什么，神我没有什么，所以我先不要，而是神看的是你有什么，你愿意拿出什么东西。
好让你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展开。而再来也要来彼此的来鼓励、来分享，是我们要除了不完全，在不完全当中，我们也要学习不断的接受装备，而且我们要有固定的灵修，参与教会的不同服事。我们教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很鼓励我们的会友，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在教会当中找到一个你可以服事的一个场域。我们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参与在不同的服事当中。但牧师也要鼓励你，在这样的服事，在不同的服事当中，也再一次去找到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同的心意是什么，让你在服事当中也不断的扩张。而更重要，不只是服事，我们也要不断的有一个灵修、固定灵修的生活的习惯，让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非常稳固的，是非常扎实的。在我们教会今年，我们也有推动了370天的读经的运动。透过这样的读经，不是一个功课，而是透过每一次的读经，透过有这样固定每天读圣经的习惯，让我们可以与主更加的亲近。我们教会有门训的课程，我们教会也有查经班的课程，我们有许多不同的一些装备的课程，让我们可以在信仰当中可以扎根，让我们在信仰当中可以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在信仰当中不断的可以去扩张。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1章23节，他说：“你们要坚持你们的信仰，稳固站立的稳，让那个当时听到福音时所得的那个盼望是不至于动摇的。”保罗说：“我们的生命虽然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被装备，不断的被调整，但仍然要坚持稳固。”如同一开始所听见那个福音在你心中的感动，一开始你所做某一件事情的感动，那个盼望不至于摇动。所以，亲爱的弟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扩张的，参与在不同的服事。甚至牧师要鼓励，如果你没有在小组当中，我要鼓励你可以参与在小组当中。参与在小组当中，不只让你的生命可以被扩张，你也在你的生命当中跟别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生命也有连结，彼此的生命也有更深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扩张帐幕的时刻。新的一年要开始，特别对他来讲，好像觉得过农历年才是新的一年，但这个年要来了。但牧师要鼓励你，这是一个扩张帐幕的时刻，不仅是对我们个人，也对于我们的家庭，对于我们的家人，对于我们的教会，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想，帐幕在旧约里面，帐幕不仅只是帐篷而已，不仅只是他们所住的那个帐篷。在旧约里面，当提到帐幕的时候，也会讲到是以色列人，他们还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搭的会幕。所以这个帐幕也好，或者是会幕也好，那是一个人跟上帝亲近关系的机会，是一个人跟人彼此亲密关系，甚至是人跟自己彼此和谐关系，跟彼此有互动亲密的一个表示。所以扩张一个帐幕，不是说我要做多大的事情，我一定要有多棒的成就。经历很多很棒的事情，这才是一种扩张。更重要的这个扩张是让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周遭在这个帐幕里面的人的关系，让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更加的和谐，更加的亲密。所以，回头看今天的经文，张大的居所，就是把我们所领受的祝福也带给别人，把我们领受到的祝福也带给别人。放长我们的绳子，就是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些跟别人有合一的关系，彼此的连结在一起，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爱。更重要的不是只有在人的感觉、人的事物上，而是在基督
耶稣基督里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如果我们一直放大，却没有把根基稳固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风一吹，棚子就飞走了，绳子就飞走了。所以新的一年，因为我们的教会也成为是一个可以张大居所幔子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把那个祝福不是只有留给我们自己，而是学习更多去祝福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更加的合一，更加的连结，在这个大的幔子当中，我们彼此相爱。也在这个大的幔子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兼顾好我们的橛子，定根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的这个帐幕不断扩大。在我们特别我们要迎向50周年的时候，那是一个上帝的恩典。我们可能真的很少有机会，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遇到教会的50周年庆，可能人生当中没有多少的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前进的过程，我们有没有在扩张的过程，也不断的去学习，把领受的去分享，彼此合一，彼此建造，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甚至有好的根基。我们要过年了，这个礼拜你会回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戚、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是一个扩张幔子的机会，跟你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家人分享福音，也跟你的这些亲朋好友分享过去一年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跟祝福，也透过这样的关系彼此的连结，透过这样的关系发现上帝在你的家族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带下多少的恩典，让你们可以去数算。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家庭当中发觉只有神是家庭当中唯一的主。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教会周报里面，等下报告也会说第9页我们有放一个家庭祭坛，在除夕围炉的时候有一个家庭礼拜，也都可以透过那个时间，大家一起数算恩典，上帝的恩典，让每一个人生命在扩张的时候，这个家庭、我们的家族、每一个家人不断扩张的时候，上帝如何的帮助我们。而最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个人，新的一年，我们领受的都不同。上帝量给我们的恩赐都不同。当你量了那个恩赐，拿了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自己享受，自己说哇，我有这个很棒，去祝福别人，使用在可以服侍的地方，使用在可以祝福的地方，与别人建立连结的关系，合一的关系。更重要，也不要忘记，仍然回到耶稣基督里面，钉下那个非常稳固、坚固的钉子。愿上帝赐福我们，这是一个帐幕扩张的时刻，不仅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也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族，也对于我们的教会。所以以赛亚33章20到21节，他最后以赛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眼睛要再次的看见耶路撒冷，一个清净、安稳、安全的地方，那边没有人可以移动的帐篷，那个地方那个钉子、那个橛子不会被拔起来，那个锁也不会断掉。在那个地方要再次显出上帝的威严，显出上帝的同在。当我们把那个钉子钉稳的时候，当我们把那个棚子建立在安稳的地基之后，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就必再次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上帝赐福我们，特别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帐幕之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这也是我们选择的时刻。我们是否愿意回应上帝要扩张我们的时刻？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为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公道。我们坐着唱就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每一天我需要你》。我们一起来唱。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
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我们再次从头唱，让我坦然无惧，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祷告，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我们一起来为两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一个年开始的时候，求神扩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张大我们的幔子，伸长我们的绳子。更重要的是坚固那个橛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如何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第二件事情，我们为了在教会当中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每一个身心灵软弱，为每一个遇到困顿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求神成为他们坚固的磐石，求神成为他们的力量。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两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谢谢你是我们的看顾，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主，谢谢你是我们的看顾，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当中，主，我们带领我们，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是在我们的时候看顾我们，让我们在每个时候当中，主，谢谢你是这样的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谢谢。阿们的父神，每当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是不完美的，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是有缺乏的。但主啊，你是那个信实的神，你必将你的信实恩典丰富的供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遇见困难，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挑战我们，但主让我们学习专注在你的应许当中，学习定睛在你的真理话语当中，学习用我们的生命做出信心的宣告。主要这是一个扩张的时刻，当我们要扩张时，当我们生命要被调整时，或许会遇到不舒服，会遇到挑战的时刻，但主要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坚固的力量，成为我们坚固的磐石，因为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你必与我们同在。
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志，一同来回应主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让我们与你，让我们与身旁的人，让我们与自己再次找回那个和谐互动亲密的时刻。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你知道他们的软弱，你知道他们的痛苦。主啊，愿在你的保护，在你的怜悯当中，你来陪伴这些弟兄姐妹。主啊，你成为他们的坚固磐石。主啊，你带领他们，或许行在那个死荫的幽谷，但你让他们不受任何的遭害，因为你是他们的生命当中的大牧者。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主啊，我们真实每一天都需要你，愿你来不断对我们说话，不断的鼓励我们，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也不断的来安慰我们。主啊，再次将每个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奉献，请兄姐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兄姐请坐。报告之前，我们请翻开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金句。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哥林西书4章6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我们自己看。第3页，本周各项聚会、牧区小组出席聚会讯息，请我们自己看。第4页，肢体交通，第1项，本会定于下主日2月11农历初2举行新春称谢礼拜。以下请我们自己看。第2项，小会公告，本会定于2月25日召开定期会员和会。第3点，代祷团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禁食祷告，
邀请会友加入禁食祷告的行列。请翻开第5页，第6项，今日举行2月庆生会，名单如下，请我们自己看。第7项，其他消息会有动态。恭喜本会和信贤弟兄通过医师国家考试，取得中医、西医双执照。愿主赐智慧能力，荣耀归给上帝。以下请我们自己看。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请自己看。第7页，肢体交通第3项，请为教会身体病痛之兄姐的健康与心灵平安守望祷告。下面总中会社区消息，请我们自己看。奉献的金额如有出入，请联络财务部，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来欢迎这位姐妹许灵慧姐妹，在什么地方？哦，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拍手欢迎她。好，请坐。还有另外一位陈林志姐妹在旁边，我们一起也拍手欢迎她，欢迎你。哦，先生，是。好，牧师这边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特别下个礼拜我们准备要过农历的过年，所以教会这个聚会或者是教会的一些时间，我们做一些更动跟调整哈。所以牧师也很快来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也让我们可以知道，下个礼拜4开始要开始放年假，所以下个礼拜4开始到在过去的礼拜3。我们的行政办公室，我们的专职同工们会休年假，会休春假，所以如果你有事情需要找行政同工来协助的话，就麻烦各位弟兄姐妹，你利用今天或到下礼拜3的时间，来请我们教会的干事们，这些专职同工来协助你。那2月9号礼拜5除夕夜，那没有祷告会，那也没有这个小组牧区的聚会。隔天10号，我们的心灵转角以及原本的一些牧区活动，我们也是暂停。2月11就是下个礼拜的主日，我们只有1堂的礼拜，新春礼拜早上9点是合堂，只有1堂哦，合堂哦。那天的主日学也暂停，那门徒训练、爱心午餐也暂停，所以要请那个儿童主日学的家长哦，就是你要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主堂这边一起来做礼拜。那到2月15之后，过完年2月15年假结束，礼拜4开始，我们的行政同工、办公室同工再回来教会上班，那各个聚会我们才再一次的恢复。所以下个礼拜的过年的假期，这个教会的原本的一些形式哦，有一些活动，我们做一些调整。请我们的兄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配合注意。那特别刚刚牧师有讲到除夕夜那一天，在我们的周报第9页，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专栏，就是除夕家庭团圆感恩礼拜的参考资料，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利用过年的期间跟家族团聚的时刻，可以一起分享在1年当中上帝的恩典。其实刚刚牧师在分享的时候，要特别讲，我真的要鼓励每一个家庭当中的家长，第一个起来分享。因为那个家庭当中的家长就很像那个布棚当中的第一根那个最重要的柱子。当你立起那个柱子，你的布棚、你的家人、你的这些家族，因着你不断的扩展的时候，他们也领受到你在上帝当中所领受到的恩典跟祝福。所以鼓励每一个家庭，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一起在这样的不是只有围炉吃东西、假切操鸟哈，灵苗嘛，更加切操，更加丰盛。所以不是只有吃好吃的。不是只有聚集聊天，而是让我们透过这样的时刻，彼此分享的时刻，一起回想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在过完年之后呢，2月19开始，紧接着很重要，教会每年都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事工活动，就是我们的
受难周前连锁的禁食祷告，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2月19就要开始了，过年后的下一个礼拜一我们就马上开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到1楼的公布栏去挑选你觉得合适的日期，可以参与在祷告当中，并且你也可以把你所禁食省下的那个钱留下来，来当做奉献的使用，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加。另外，在2月19号的下一个礼拜，2月这个礼拜当中，2月25，我们教会要召开1年1度的会员和会，所以在1楼的电梯出来公布栏的对面，我们也已经有请干事同工们贴上了每一个会友的名单，所以请大家如果等一下有下去1楼金龟楼，也可以看一下你的名字有没有正确，名字有没有放在名字有没有写对，有没有放在正确的地方。3月教会还有开始有许多的活动，特别3月开始，3月的第1周，我们要进行旧约先知书的查经班，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查经班比较特别，不会是逐章逐卷去读一本的圣经，而是会带大家一起来看每一本的先知书，让我们在读经、在查经的时候，至少你查到先知书，你不会觉得不知道这个先知在说什么，这个故事在说什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在查经班的这样的课程、这样的装备当中，鼓励大家。那我们教会有许多的门训课程、手抄圣经的这些活动，也鼓励大家可以一起参加，到办公室来登记。最后，牧师有一件事情要来报告。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父母、年轻的爸爸妈妈。那我们原本只有在5楼的亲子室的地方有设一个尿布台，就让他们可以换尿布。但现在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感谢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很棒的产业。所以我们现在在1楼的南侧空间比较大的地方，跟3楼我们要进厕所外面的地方，我们教会有多设置了2个尿布台，可以让这个爸爸妈妈们可以来做使用，可以让爸爸妈妈们来做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在1楼、3楼以及5楼的婴儿室里面我们都有设置这个尿布台，可以来做使用。那最后牧师要还有一个补充报告没讲到，就是1楼大厅有春联。有昨天社区书法班所写的春联，那这个社区书法班他要来赠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你拿到1楼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有漂亮的或者是你喜欢的，你就赶快拿然后可以拿回去贴在你的家中好，所以因为上帝赐福大家，特别在下个礼拜要农历春节，不论大家要返乡，或者是你在这个外地的亲人朋友要回来台南，都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都充满上帝的平安跟喜乐，愿上帝赐福大家。颂龙，请起立，同心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唱完，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默祷。好我们今天也是2月的第1周，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举行2月的庆生会这个时候要请我们2月份受薪的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来祝福你请我们2月受薪。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祝你生日快！再一次，我们来从头一次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好，我们今天要请我们的罗西南弟兄来为我们吹蜡烛。好，我们一起来为2月份的寿星，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谢谢你，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特别的计划，都有特别奇妙的带领，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摆放你特别的恩典。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为了2月份的寿星，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他们都是你所爱的儿女，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奇妙的计划。主啊，愿你赐福他们，在他们新的一年，在生日开始的时候，每天都有主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看见主你的祝福。主啊，带领他们，让他们所走的每一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将每一个寿星、每一个生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也再次将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让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是带着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主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来祝福他们。好，我们今天第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我们可以彼此的问安，彼此的请安，愿上帝赐福大家。